人等下足戆安尼。感谢主的恩典这环境一直在变化，总是有主的平安甲阮同在。咱这时阵徛起，咱来唱这条诗歌用祈祷的心，咱来到上帝面前。我敬拜你，全能上帝，是最亲像你。我敬拜你，无边君王，我心好地靠无你，我靠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上帝，是最亲像你。我敬拜你，全能的上帝。我敬拜你，全能上帝。用祈祷的心，是最亲像你。我敬拜你，后边君王，我心好地靠无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上帝，是最亲像你。咱来到上帝面前，伊是互阮会当学乐的主，伊是听阮祈祷的主。咱来听咱祈祷的主，咱来读这段经文。着不是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啥物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咱感谢上帝基督耶稣的人，阿门。咱来到上帝面前，着不是欢喜，继续祈祷，无论伫啥物款的情况，咱会当来祈祷感谢。若是咱有得罪上帝所在，嘛伫这时阵，咱开嘴来祈祷，求主会赦免，临到阮的心上，临到咱的心上，互咱每一个人来领受对主来平安，对主来意爱的意念。咱来开嘴祈祷感谢，学乐认罪悔改来祈祷，主感谢你。感谢你，阮学乐你的名，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透过这大自然的变化，搁一遍，阮要降服伫你的面前。学乐你最大，主啊，你创造万物，互阮有这资源。你嘛透过这世界的变化，看到阮家己的不足甲软弱。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赦免，临到阮的性命。我每一个人，透过每一遍来到你的面前，献上学乐感谢，嘛献上咱认罪悔改的时阵，主你的恩典怜悯，你的疼痛，甲你的意念，就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追求你、信靠你的人，来得到对你来真正的平安。安尼祈祷是靠最后所的名，阿门。请坐，咱继续来祈祷，为着咱中间有需要医治、需要透放，不管是伫咱来读这段经文，
请。上主讲：你若注意听我上主，你的上帝的话，做我看最正直的事，真正疼叹我的快乐。遵守我所有的规律，我就会予埃及人得到的病，伫你的身发生，因为我是伊伫你的上主，主是伊伫咱每一个人的上主。不管你有啥物款的病痛，当咱每一个人来到伊的面前，真实来追求的时阵，咱的身躯、咱的心灵就得到健康。咱嘛要来为着中间婚姻感情产业有需要的来祈祷，为着事业工作，伫面对这大环境这个变化的时阵，有主的智慧甲阮同在。为着阮中间有在学习，也是咱兜的这个囡仔伊的学业来祈祷，为着咱中间的关系、甲上帝关系。咱甲这社会关系来祈祷，若是伫咱中间有需要祈祷的人，伊会当站起来，互咱的同工祈祷的同工来为你来祈祷。若是你无要站起来嘛，袂要紧，你会当为着你家己来祈祷。请咱中间，若是你有需要，你需要别人替你祈祷，你会当站起来。咱的同工来为你祈祷，咱这时阵开嘴来为着咱家己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咱开嘴来祈祷。主，你爱阮来到你的面前，将阮的需要交托伫你的手中，保护阮家己做家己的主，是主你来做主，你来引带，让阮所欠缺，咱就有需要主你稳定的所在，来经历主你的大权能。主啊，为着伫阮中间拄则所祈祷的，主你已经听到，也互阮的性命透过祈祷。愿去行出迄伫主你心意内面的事，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继续咱为着主你来守望祈祷，咱来读这段经文。主啊，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你的面前拍拜，因为因耀你的名，因为你伟大最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咱要为着主你来守望，毋但是为着无遮的讲道，为着大家的参与，为着信心伫遮的感动运行，互每一个人来领受伫礼拜中主的心意，透过教会要成做世界光，要成做别人的祝福，家己的祝福。为着咱个人的认罪悔改来祈祷，求主互阮的生命甲互咱的生命甲主有和谐美好的关系。嘛为着新会堂宣告中心甲57周年的庆典献堂来祈祷，求主来陪伴咱的心，伫一个新的所在有新的事要发生，咱敢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主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嘛为着本主日阿加培户外礼拜，有牧师伊带这些上亲这亲主这青少年，因去到新竹伫遐户外礼拜，求主来保守，伫下晡有真侪会议周间呢有遮的总聚，遮的领袖小组的总聚，求主来掌管伫阮的中间。这时阵，我请大家起立，咱为着教会，请大家起立，咱为着教会，为着遮的事项，
嘛为着社区来祈祷，互社区的居民会当得到双福，毋那是福利，阁有福音。真做这个管道，互人会当行到主的面前，嘛为着社区有这个智慧来面对社会变迁，拄着这个变化的时阵，有各方的资源来见证福音的大能，嘛为着正当工甲志工来祈祷，伫何塞内面，这是上帝旨意，透过咱的性命，要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互上帝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帮助。咱这时阵开喙来为着主日，来为着咱这个事工来祈祷，求主掌管伫阮中间，陪伴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享受甲伊同行的平安甲喜乐。咱开喙来祈祷。面前感谢你赏赐圣神甲阮同在，伫礼拜中每一遍的礼拜，拢是要来荣光你的名，拢是要来听见主你对阮的心意。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祈祷的时，嘛求主这时阵，互阮来领受圣神你的权能，你运行伫这所在，互阮同齐合一来礼拜来敬拜。互你的救恩透过阮的性命，透过阮回应你所做的事工，互人得到利益，来荣光你的名。这时阵，我嘛要用主祷文来祈祷，咱同齐来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啊，你是万王之王，你万主之主，你是牵着阮唱歌来学乐。阮即阵就是要用诗歌来学你，咱的心来抱着欢喜的心来出声。我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落也看，真心真心真心学落去，你一切拢在决定你的大权力，咱打着学落去，
爱来感谢。我应我罗你，但已敬拜你，你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用体为爱来感谢。我应我罗你，但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用体为爱来感谢。我应我罗你，但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用体为爱来感谢。我应我罗你，但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实。好，咱用掌声归给上帝，请坐。上帝的囝就是咱的耶稣，伊牺牲家己来救赎咱，真正伊就是用伊全部的爱来包围咱，来疼阮。咱即摆用一首《上帝的囝用疼来包围咱。上帝的囝要用伊心事，用伊疼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予你满足。要担当一切挂虑，享受平安的心事，通忍伫你生命中，予你完全。上帝的囝要用伊心事，甲伊疼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予你完足。属你安的心事，通忍伫你生命中，予你完全。
主耶稣。这首耶稣，你听我。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城市的路，啥人通我靠？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城市的路，啥人通我靠？你听我，我一心滚我，我那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那无路通。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我爱引转。对倒位来，
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一心滚我若孤单无伴，你微微将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耶稣，你听我，互我来引带。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带。主感谢你的恩典伫阮中间，透过这段诗歌，主感谢你的恩典，伊互阮知，我若是孤单无伴，我的心事无人会当了解，我所面对的困境，嘛无法度解决的时阵，我知影，我犹原是互主来疼痛。我知影，我犹原有你来引带。感谢主，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每一遍我来到你的面前学罗你的时阵，阮就知我互主的疼来接纳，我互主的疼来引带，我嘛互主的疼来提醒。来激励，互阮的性命一生中行伫你恩典的道路。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主
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道路，感谢你为阮开一条各新各活的路。你是阮救恩的泉源，你的供应永无欠缺，互阮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你是真理，感谢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有认捌你的真理，用你的真理做大来下，才会通伫主内面得到自由透放。主啊，你是活命，互阮看见毋茫，互阮因为有你伫阮内面，无论拄着任何状况，拢袂得到失去毋茫，因为阮毋是靠家己来活，是靠主来活，活出刚强、仁爱、喜乐、丰盛的生命。主啊，赦免阮有时亲像无白孤儿，伫条外得势，靠家己的血气来行，直到充满侪侪忧愁重担，失去平安喜乐。这拢是因为阮袂捌你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求主常常光照提醒阮，我靠主，阮就会当得到来快乐；我靠主，就要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自阮为着过来10月迦南教会57周年，以及新的宣教中心献堂，献上感谢。感谢主赐阮祝福伫迦南教会，也求主搁较复兴迦南教会，透过庆典的活动，互阮找回起初的疼。圣神的火搁再点着阮的心，起来为主做工。求主保守看顾今仔日阿甲佩野外的礼拜，以及各单位各种的会议课程，拢会通顺利进行。求主祝福伫教会、社区的事工，会通有智慧、有方法，收集各方面的资源，互社区的人毋但得到福利，嘛得到福音。所有的同工、志工所做，会通合主心意，应神益人。主完全着敬畏、虔诚的心，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文26篇。启应文26篇，也是诗篇111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这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
请咱做伙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30章第17节到25节。撒母耳上卷30章17节到25节，请咱做伙来看。大卫对天袂光，攻击因到黄昏暗，只有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走有去。以外无一个走有利。阿玛力人劫去的财物，大卫拢有抢转来，嘛有甲伊2个某救倒来。
阿玛力人唱起的，无论大小囝、查某囝、财物，大笔拢带转来，无失落一项。大笔的部下将所有抢来的牛群、羊群赶伫其他精神的头前，等讲，这是大笔的战利品。大笔转来到遐个，因为野生无对伊去，留伫比索溪的200人遐，因出来迎接大笔，甲有对伊去的军兵的时，大笔行进前甲因请安。甲大笔去的人中间，有一寡歹人匪类安尼讲：因无甲咱去，这个战利品莫分互因，干那因的某囝儿，互因带转去。大笔讲：兄弟啊，上主赏赐互咱的物，毋通安尼处理，因为伊有保护咱，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恁即款做法，啥人会同意？出阵的人分着偌济，顾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大家着公家分。对迄日起，大笔设立即个办法，做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直到今仔日。请黄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无限的赛局的结局是疼。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昨有一个代志毋知你迄时阵你感觉安怎？就是有啥物？哇！伫地动的时阵，你伫倒位？甲你边仔人讲好无？我迄时阵诶，伫3楼诶办公室，然后伫遐诶时阵诶，我有一个动作，我就开门了后，我就徛伫门口，就安尼。然后尤牧师就走出来讲：“你会惊哦？”我讲：“我毋知影是地动，还是我头底晕。因为拜来时阵，对早起6点开始，到暗时10点，尤牧师嘛共款哦，会去参加婚宴啊，搁有婚礼婚宴，啊，到下晡搁有一个兄弟过世，然后。伊转来教会，我嘛是早起时阵去社区的活动，然后青年牧区开会，然后下晡搁有遮个讲道要准备，搁有其他，搁有爱练习台语。所以地动来的时阵，我想到台语，我就想到昨昏的地动。哇，地动来的时阵，你敢会惊？我伫迄时阵在想一件代志。因为我伫3楼嘛，我头一项想到就是，咱教会的地基有稳无？有吼，爱问先拜就知啊。真的是，就伫即款的时阵，咱会想到讲，咱的性命的根基敢有稳？人讲，一个人的人生亲像一场比赛，这个赛局的结局，敢是你所想的安尼？有一个人，咱拢熟悉伊，毋过伊有可能无，他不认识我们，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人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英国的女王。伊伫英国在位的时间。到即马，无人会当赢过伊。在位70年的时间，对一个红个仔，已经变做一个老大人。遮长的时间，伊影响英国真久真深。总是回顾伊一生的性命的时阵，伫咱中间嘛有真侪长辈。回顾伊。一生的性命的时阵，伊伫21岁的时阵，讲伊要开始来服侍英国的人民大家。伫迄时阵，伊讲一个话这是一个炮弹吼，是迄时阵伊
过身的时阵，遮个乌克兰的士兵顶迄炮弹炮弹迄顶面写字，然后这个炮弹要用来做什么的？就是拿来射去那个俄罗斯。对，咱有看新闻拢会知。对念少年伊过去女王伫全球的国家，伊所做的才会影响。伫伊21岁的时阵，其实伊着做一个决定。我们知影你21岁的时阵，你有做过啥物款的决定，然后你拢一直在持守。伫个生命中，伊是一个公主，是一个女王。迄毋是伊会当选择，但是伫伊一生的生命中，伊选择一项代志。咱来看，伊是毋是有遵守伊所讲的？伊安尼讲哦，伊讲：我令全体来宣布，我将我的一生，无论是血手长底，辛苦来为恁服务。请问大家，咱看新闻，咱林妈在英国历史的时阵，你感觉伊有达成伊的任务的举手？好，可以放下来。你感觉伊无完成伊的任务的举手？镜头的也可以举手。我看不到而已。然后，伊伫21岁时阵讲即句话时阵，伊后来是96岁，真美好的一个结局，因为伊是就这样子老死去。伊伫讲这个话时阵，其实有一个但书，伊讲上帝要帮助我实现我的这誓言，我所讲的话。咱的人生亲像一场比赛，你的比赛伫这个赛局中是一个有限的赛局，还是无限的赛局？有限甲无限要安怎来分辨呢？其实有遮个学者来定义讲，若是你的人生是一个无限的赛局、无限赛局的话，其实你的对手无别人，就是你家己。你评估你家己生命的过程，只有领先还是落后，无讲输甲赢。这敢是你的人生赛局。我想着讲，我若是有一天96岁时阵，我来回顾我即摆的人生，因为伫阮中间96岁的人应该无侪，但是咱会记伫21岁时阵所讲的话，敢会当记的。伫伊丽莎白女王伊的生命中，咱看到一个伫人生赛局内面来行的人，伊嘛是一位基督徒。伊相信上帝引带伊一世人的性命，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透过女王伊的见证，做一个开始，互咱想着讲，咱生命的根基是踮伫啥物款的所在，咱就知影要安怎来生活。今仔日要来明白上主恩典大无限，其实这是每一个礼拜咱讲道的时阵，拢会讲到的。佫会讲到啥物咧？若是你知影你的人生是伫恩典的内面，你会安怎来生活？咱敢真正有相信，咱所领受的一切拢是恩典。今仔日的经文，伫一个真混乱、亲像昨昏，我今仔日透早看新闻的时阵，佫讲，这台东的地动，伫遮的气象学家来讲，是真无正常的代志。有可能伫遮个板块内面，佫有其他的物件存在，总是
我毋知影。伫迄个毋知影的内面，伫迄真混乱的内面，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讲着讲，伊要去亚玛力人遐来将因的某囝、将因的财产来讨转来。为虾米咧？就是因为进前有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啊。咱常常伫迄个无确定的时阵，面对咱人生遮个无确定的时阵，其实就亲像这个标题所讲的，咱会惊啦。我无确定这根基是阮的无，我无确定讲我去这个所在是安全，我无确定讲我已经做到安尼，是毋是会有迄个万一出现？我无确定讲我伫遮个中间，我是毋是会歹做人？其实咱的人生拢共款，亲像代币共款。其实这个故事，今仔日撒母耳上卷30章的故事，是对27章开始的。伫迄个开始的时阵，有一段经文安尼讲，咱来读好无？请。大卫心内想，总有一日我会死伫扫罗的手，人口行来非利士的地，安尼扫羅就會死心。毋過佇以色列境內找我，我就會當脫離伊的手。大衛面對着掃羅這個追殺，到一個地步，伊想講我去非利士人的地好啊，因為人講嘛，敵人就是啥物朋友。你的敵人，伊的敵人，就是你的朋友，敢是安尼？对大衛来讲，伊要倚靠的这个朋友，其实伊进前就有找过伊一届，就是伊一个人走路的时阵，行到这个叫做雅各王的所在，伊住伫个加特城，伊是一个非利士人。伊迄时阵一个人去找伊的时阵，佫隔空隔戆，假做家己是痟的，互人无方便。但是今仔日已经无共啊！伊已经有某有囝，有遮个财产，有遮个需要伊帮助、引带、照顾的兄弟。这一群人就来投靠这个亚吉王。当伊去的时阵，这个雅各王嘛感觉讲，这个人足奇怪，那伊进前是安尼，即嘛是安尼。总是我知影，扫罗在要追杀，要杀他，所以伫迄时阵，伊想讲好啦，无你着住伫迄南部一个城，迄个城叫做西格拉，就是喜格拉，互伊家己住伫遐。但是，若是有一个原本真足敖相争的敌手。对敌踮伫你的厝，踮伫你的地时阵，你敢真正会感觉安心？我想伫这时阵，大卫是因为无路通行来倚靠这非利士人的王，但是伊伫这内面其实嘛是无安心吗？对这个王嘛是共款，我互一个过去杀死歌利亚的人，住伫我所伫的。在领土内面，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但是人足奇怪，人嘛就有限的，因为安全是头一项要找的。总是人毋捌上帝，无上帝的旨意在行的时阵，咱常常就是找家己迄无确定的安全感。直到咱搁较无确定的生活，伫危险、甲挑战，甚至是困难的内面，咱直直行落去，无路通行。所以，当大卫伊住伫个非利士人的地的时阵，伫遐你总是爱做啥物款的代志，来，互这雅各王会感觉讲，你是真正要投靠我。所以伫迄时阵，伊
一去到这个南队，就是当时的这个南部哦，去那边做什么？去遐修正。伊转来报告的时，伊拢无讲真清楚，讲伊伫遐做啥物。但是伊讲，伊伫遐来修正的人是哦，就是那个南方啊，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些人。这亚给王想讲，这台北去修正的时阵，应该是替我去修正，所以他应该是杀死了这以色列人。所以这以色列人，伊应该拢会就讨厌伊，他回不去了。台北以后袂阁转去啊，伊会踮伫我遮。总是咱拢知影，咱到即马嘛可能才知影，台北其实伫圣经内面，伊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伫政治上、伫军事上，伊是一个真有想法的人。总是伊互人看轻，甚至互人看无。但是我很常讲一句话，我讲日久见人心。人的心是伫上帝的引带内面来。渐渐，互人看到讲，伊真正是啥物款的人。所以伫遐个所在，后来这个亚吉王，伊圣灵代笔，伊甲伊讲，伊想讲，代笔应该是互以色列人来讨厌亚sen，所以伊一定会对我真做我的奴仆，对我忠心。但是代笔搁较巧，搁较有想法。总是人在想讲，我要安尼行，我要安尼找，我要安尼做的时阵，其实这个代志有一天拢会亲像拍迄电动的时阵，出现在 game over。伊真正要 game over 啊，因为伊转来西格拉正经发生一件代志，就是伊要甲这个亚吉王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来甲所罗相战，所以27章开始，28章、29章、30章，你有听迦南之声的人，你就会感觉讲，那会足奇怪。27章咧在讲代别故事了后，所罗毋是继续讲哦，是讲所罗的故事，然后佫刷落来到29章、到30章，这是一个过程。第27章讲代别了后，佫讲所罗，其实对我的看法来讲，我看到的是，代笔其实甲所罗无啥物无共款，因两个拢是互撒母耳来高丽真做王的人。但是27章，代笔伫非利士人下地所做的代志，其实甲所罗后来所做的代志无啥物无共。代笔伫非利士人下地时阵所做的代志，嘛是讲白贼，嘛是用真济方法。伊惊万一讲，这亚吉王发现讲，伊的心嘛是对以色列人甲上帝时阵，伊互对杀。所以伊伫遐，伊去相战的时阵，拢甲别人开始完全一个拢无留。想讲我的这个做法，拢无人会发现。总是后来，伊互伊陷入真大的困境，亲像28章的时阵，所罗嘛陷入真大的困境。啥物款的困境？伊要问讲，伊要安怎相战？要去相战无？无人会当问，因为撒母耳已经死啊，而且上帝无听所罗所讲的话。上帝其实毋是无听啦，无要听，是因为所罗伊追求上帝了后，伊完全无照上帝的方法去做。这两个人其实拢拄着同款的困境，一个是想讲我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有什么款的智慧来去处理我即马拄着的困难；另外一个是想讲我要用我的想法来做我要做的代志，但是我要求一个保证。第27章、28章，其实拢互阮看到讲，这拢是人的困境，要追求迄安全感。惊迄万一出现，所以保险爱买互调，
要满足，要买够。若是我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我就爱伫迄个顶面哦，要防疫就要买防疫险嘛，什么就要买什么险嘛。啊，地震也有地震险、火灾险的。咱会想讲，为虾米所罗跟大比的结局是完全无共款？其实咱会当看到讲，伫圣经内面有可能你安尼想，因为所罗就是互上帝亚生，伊无要互伊做王啊，所以伊兴起大比，所以所罗后来会经过遮个代志嘛是应该的，大比会遐尼幸运嘛是应该的。其实咱看圣经的时阵，若是咱安尼看的时阵，足可笑，因为咱看到讲。上帝对人的心意其实无啥物变化，伊共款一直用伊的律法、甲伊的方式来带领所罗。伊对大比嘛是共款。有的时阵，咱想讲伊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伊较幸运呐。敢有大比敢有较幸运？其实无呢。伊拄着一个真困难的境况的。等于想讲啊，我完蛋了，我爱对迄非利士人来攻击我较早的王所罗的时阵，上帝互伊会当脱离这困境，透过伫非利士人内面遮的朋友、遮的队友，讲这毋是迄态势万万的大兵吗？那会当互伊伫咱的军队内面，若是伊反倒转来攻击阮，要安怎？所以就将伊赶出去，互伊袂当伫这军队中来甲所罗相战。他想讲，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幸运了吧？拢会当用即款的方式来刀劈伊有可能会得罪上帝，因为咱想讲，进前伊伫那个洞里面的时候，伊无要杀所罗，即马是无法度，一定爱伫迄军队内面来杀所罗。上帝救伊，互伊无抵到犯罪，无抵到违背上帝的心意。但是伊转去厝内面的时阵，洗过来这城的时阵，发生一件大代志。当伊要转去的时阵，伊看到讲，人哪会拢无去啊？这财产哪会拢无去啊？若是我遮的朋友，我遮的引传，我遮带领的军队嘛是共款，因的某囝嘛无去，财产嘛无去啊。伫咱的人生赛局中，咱拄着遮的困境，当伊要去相战的时阵，阿玛利人就对南部起来攻击，将遮的人都绑走了。在即只困境中，我真喜意即段经文，特别是讲到咱的心情。撒母耳上卷30章第30甲第50，咱来读即段经文。大卫甲伊的部下到迄个城，看到城已经烧去，因的某囝、查某囝拢互人掠去。大卫甲对伊的人就开声吼，吼甲无人通好吼。大卫两个某就是以色列人亚希伦，甲拿巴的医生阿米人阿比该嘛，互阿玛利人掠去。伊走路已经走足久啊，因为大卫一直在甲伊追杀，就无简单。有一个外邦人，有一个这非利士人的王，才答应，互因有一个城通住伫遐安身立命。结果伊的结局，这是他的结局吗？如果这是他的结局，哇，伊就凄惨嘞！大卫伫遮拄着即款代志嘛，某囝嘛毋知去倒位，嘛毋知要安怎找。伊的心情。伫咱的人生内面嘛是安尼，上帝拣选你，诚做一个军队伊的人，嘛有可能互你诚做一个伫社会上有头有面、有地位、
有权柄的人，总是伫你的人生内面，嘛有可能拄着即款，啥物雄雄拢无去啊！拄着一个疫情，拄着一个这个经济的危机的时阵，一个公司嘛有可能一天两天，就因为啥物款的代志，就完全无共款。伫这个时阵，咱看到讲台北的心情，就真正是讲伊好甲无力通过好，哭到没有力气再哭下去，多难过的一件事情。伫迄个时阵，搁较挑战的是，伊边仔的人，搁甲伊讲要甲伊用9头定死，因为你错误决策，害我们全盘皆输。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就特别是讲，伫迄个时阵，伊的心煞无互人来影响。在30章的第6节，讲到讲，代表我靠上主，伊的上帝得到困难。伫迄完全拢无的时阵，上帝互伊困难。用和合本华语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伫遐个境况中，有可能你有即款的选择。我已经努力，我已经尽心，我足忠心足久啊。但是我就是拄着遮个灾祸艰难。你有可能讲，上帝我无想要拍拼，那会安怎走拢是死路一条。你嘛有可能讲，啊朋友，我甲你讲啦，亲像代币的性命其实是安尼哦。若是你用人的想法来看的时阵，我是啥物款的人？代币有可能自我介绍的时阵会讲我就是衰，我全家拢衰。我那吼。还有一句我觉得很好笑，景不啊行什么菜龟，真的你不觉得吗？代表的性命，伊要加最王，可人高，就是让萨姆尔高丽的那一刻开始，他很像这第2点讲到的，那你拄着伊的人拢衰啊。亚比米勒是第一个还是祭司啊？因为伊就互扫罗杀死啊！你敢会安尼想你家己的性命？我拄着足侪困难，我就是衰。伊嘛会当安尼想啊？嘛有可能你会安尼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一定是他犯错，一定有什么原因，我们才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咱读约伯记的时候，咱会知影讲，其实有一寡代志就是安尼发生。人要问迄原因，迄是一个奥秘，伫主的内面。代表伫即款的境况中，伊选择来倚靠上帝的困难，来倚靠上主得到困难。这话是啥物款的意思？伊倚靠上主来得到困难，是安怎表现，互人看到讲伊有即款的困难？其实伊伫伊的生命内面，咱拢会看到讲，人在想讲我要追求一个安全感的时阵，这个过程对27章到30章的时阵，拢是上帝保守引带伊。总是人有时阵无去感觉到讲，迄是对上帝来的稳定。特别拄着这个世界的代志的时阵，代表有一个真好，甲咱大家共款的做法。伊将伊的需要、伊的困难、伊的好、伊的歹，拢带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结果上主安尼回答伊，上主讲：“你着去用。”这个字我很不会念。应该是也，伊就去也，然后看追不追得到这样子。我们当然要一直研究这个字哦。但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伫咱的生命中，咱常常去有去日，迄啥物去找
刚刚好啦。我想要有一个真好的时机啦，咱个去叫再幸运啦。很希望呢，这个抽奖每次都抽到我这样，就希望讲我就是拄到这个卡合。但是咱想到这拄啊好的代志、幸运的代志、卡合的代志，咱想到是上主伫咱的心中所做的，还是你想的是讲，就是这个大自然在这一切事上刚刚好。刚有叫你拄好，有叫你卡合，有叫你幸运，你刚好就是被选中的那个人。当伊问上帝了后，上主就甲伊讲：你安尼做的时阵，伊就安尼去做。结果，伫咱的生命中，拄着迄危险、艰难的时阵，咱拢会想讲：我要为家己留一点仔什么，互阮会当就算是欠亏，阁会当留落什么。但是当伊去问主的时阵，你去要的时阵，你去立的时阵，迄情况完全无共款的。主爱问你讲：你爱做什么？我在这个缺乏中，我要寻求神，却告诉你说：那你要做什么？伫这过程中，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有一个真关键的事件。这事件是啥物呢？就是伊拄着一个伫路上，互人放杀伫边啊，一个3天无食无啉，就是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一个奴隶。一个人看不起，伫当时其实不只是看不起啊，就严重，就是麦克风架坏掉，谱架坏掉，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奴隶就坏掉，你会特别过去来把它修好吗？但是迄时阵，代表伊的军队内面就有人看到之后，就先给他东西吃，给他东西喝。然后这段经文刚好巧合、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咱来读这段经文，请。代表问讲：你的主人是啥人？你对倒位来？伊应讲：我是埃及囡仔。是阿玛利人的奴隶，我3日前破病，就互主人放杀。阮侵犯犹大南部的基利提甲加列地区，搁用火烧洗过啦。因伫遐拄着一个知影我厝内发生啥物款代志的人，就是遐尼拄好，就是遐尼幸运。就是遐尼卡合，是因为代币伊停落来互这个奴隶，无人看会起，互人看轻，是甚至是一个物品，互人等伫边仔的人，互伊临接。上帝就透过这个代志，互伊来经历稳定。其实我讲到这，你应该已经听出来啊。为什么扫罗甲大卫的结局是遐尼款，是足无共款的？我想是因为伊的性命，伊愿意诚做一个互上主开阔，互上主使用，互上主透过伊性命，诚做一个美好见证的器具。有可能拄开始的时阵，大卫是一个互人看轻看无，伊嘛是一个小杯子，这款的器具，它能装的不多，能使用的不多。但是伫伊生命中，咱看到扫罗甲大卫有真无共款的所在，这是我的看法。我是看到讲，大卫是一个伫伊真正无法度保全伊家己的时阵，伊嘛是一个愿意去付出。愿意去行出上帝心意的人，伫迄个亚杜兰洞，亚杜兰城的一个山洞的时候，伊这样在负债的，这样在受压迫，这样在就是可能离家出走啊，没家可回的这些人，然后伊伫拄着在边境这个基伊拉城这被攻的时候，他还在被追杀。
伊阁又等你讲问上帝讲，我会当去救因无？然后伊就去啊。伊伫伊的困境内面，拄着这个少年人，拄着这个努力，无人根本就免察伊就好。伫迄时阵，迄法律嘛是安尼伫行的，但是伊做法甲别人无共款，因为伊知影，伊今仔日领受的遮个物件，遮个代志，拄着遮尔歹、难理解的代志的时阵，是上主伫扶持保守伊。亲像这标题所讲的，就问一下，谁的人生无困难？谁的人生是无迄困境？谁的人生是拢足顺利，你无烦恼？其实每一个人拢伫伊的困难内面，每一个人拢伫伊的课题内面来面对伊的人生。总是咱有一个愿望，亲像大卫，伊要诚做王，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伫伊的人生内面，诚做王，别人看袂出来啊。诚做王是一步一步一步伫伊看到上帝恩典，伊掠掉了后，伊就安尼去做，一步一步一步，这个器具互主来确定，互主来充满，然后伊的性命就诚做迄个世代的祝福。对伊开始，对遮个朋友，咱看到讲伊引出来遮个人是啥物款的人？其实咱拢知影诶，是咱公所说的流氓，或者是这个不是主流的人，或者是这个很叛逆啊、很失落的、无家可归的，遮个人就伫遐欠亏内面，伊看到讲大卫哪会安尼做？毋是爱先保全咱家己吗？但是伊的做法，嘛互遮个人看到讲，上主就是伫遮个内面诚做迄稳定的，亲像翠芬长老拄则祈祷的，全愿从他开始。咱若是领受接上了，即便我现在是欠缺，我还是不足，我这个器皿还是不够，但是上主愿意来开阔你的人生，因为我们也还没96岁。伫遮个内面，主就将安尼引出，继续来互伊的人生，诚做一个真好的祝福，甲管道，互人因为伊得到祝福。所以大卫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做一个选择，是要遮个人来公平来分配遮个财物，毋是因为伊做较济做较少。当我讲到安尼的时阵，有可能有一寡人会讲，安尼我拢莫拍拼，反正上帝恩典嘛是足济，伊嘛互我我啥物代志拢免做啊。但是上主会回答你，亲像我所讲的，当你安尼想的时阵，主会问你说：你可以做什么？主会问你说：你的经历会安尼平安，是因为我在保守。主会问你说：在这些难事当中，别人也在他的难事当中，很难的事情当中，伊嘛是安尼祝福你。所以我会记得有一年，伫教会，我们有用一段经文哦，这字好像有点小吼，我的方向是比较小。成为教会主题，我记得有一年是这个，咱来读这段经文。但遮的信心坚强的人，应该互信心软弱的人斗大长大，毋通求互家己欢喜。咱大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互因得到利益，通建立信心。上主知影人的软弱，亲像大卫甲伊带领遮个部队的人员，伊嘛是伫软弱中来追求大卫，诚做因的倚靠。即群人用迄时阵社会眼光，
一群在逃走、在走路、在追求安全感、在追求有人会当接纳的人。但是伫主伊的内面，因找到有主的帮助，因找到相信主引带因的道路，因开始追求人生。互人看到讲，代表的人生亲像在走路，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其实是在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什么款的路？是上帝拣选的路。什么款的路？是用信心来回应的路。什么款的路？是伫家己的困难中，继续成做一个有勇气的人的路。伫今仔经文中讲，上主就互伊有勇气，互伊重新得到溃烂。勇气伫华语来翻译，如果比较听得懂的意思，其实是伫迄环境变化中，伫迄困境中，伫迄顺境中，伫迄荣耀中，你会当正确来行事的能力。咱敢有即款的能力？咱有，因为咱的溃烂是对上帝来的。嘛，透过安尼，今仔日黄牧师伫遮分享的时阵，咱的报告会讲到讲，咱要备办来选举长老甲执事。黄牧师要讲，伫新约的时阵，有一个人叫保罗。这个保罗，伊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伊是一个原本是基督徒的对敌的人，但是伊经历着耶稣基督的呼召，伊成做一个悔改的人，伊嘛成做一个有勇气的人。伊伫以弗所书3章第8节到11节，我要读头前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上尾是重点。但是对啥物开始？伊讲到伊的身份，伊讲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是第一美色的。伊竟然使我稳定，通将基督算为了丰富的福音传互外邦人，通互所有的人明白上帝安尼实现伊的奥秘。伊讲到讲，伊成做一个领受稳定，会当将耶稣基督丰富的福音传互外邦人的人。迄个领受稳定，伫现代中文译本讲到的是特权。伊讲伊当互使其实是一个特权，亲像我今仔日徛伫遮，亲像信歌队会当互使，亲像诗情可以服侍，诗礼可以服侍，可以放影音，可以放媒体，是对上帝来的特权。因为咱在传讲主的话，咱在分享对伊来迄极大的奥秘，互人知。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主的面前，不管你拄着什么款的困难，这困难是真实的，是真有真实的，总是伫主的内面，主要兴起你，为着教会，为着教会群体，为着这个世代，成做一个福音的出口甲管道。嘛透过了后，10月时阵要选中职的时阵，咱爱祈祷，为遮的兄弟姊妹受主所拣选的人来祈祷。毋管迄个选举的结果是啥物，我相信主要继续来引带家人教会行伫伊的道路内面。咱这个时阵，同齐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伫我的中间，我拢是真微细、真软弱，有的时阵有真侪感受讲袂出嘴，总是伫阮的心内，诚做真烦恼、真困扰的代志。
但主，你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伫咱的人生赛局中，知影有一位主，诚做阮刚强的力量，嘛，互阮的心会当得到对你来勇气。主，我嘛要来向你祈求讲，若是阮所领受的恩典搁较济，嘛表示这地悬搁较济，嘛是阮爱谨慎伫主你的内面搁较济的时阵。主的你的心意是要人得到你的疼痛，得到你的平安，得到你的祝福。你嘛透过阮每一个人心来领受，嘛诚做祝福。安尼祈祷是奉控主耶稣的名，阿免。邀请大家当起立来唱这条诗歌。对到未来，心下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像是的路。主感谢你，互阮知影你引带阮一生的道路，伫这人生赛局中，主你来掌管。我嘛要陪伴阮的奉献来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伫阮中间，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即时要来奉献。即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
我的志愿献乎你，应出龙塔你旨意，我的在情你相思。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大家自首搁伫遮来敬拜主、服侍主。主啊，你是阮的力量，主啊，你也是阮的气力。主啊，阮时常伫迄无稳定的中间，主你拢互阮有信心，因为你是阮的关带，是阮的保护者。主，阮的感谢学了你。主，阮当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力量、甲气力。为主你所用，阮的感谢学乐，奉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是请黄牧师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由牧师带遮个青少年儿童甲家长引起到圣地户外礼拜，甲陪户外礼拜。咱这时阵要先来欢迎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江子轩，江子轩伫倒位？哦，在楼上吗？好。请咱大家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继续欢迎吼。咱这时阵要来报告先来报告要讲到，我来按好了，谢谢。伫10月初2的时阵，10月2号的时候迄时阵是临时会员的学会，所以当日只有一场的礼拜，而且地点就伫新塘33号。2楼的新礼拜堂，对，所以伫迄天第3场礼拜嘛是伫本堂的7楼来进行但是会员和会的礼拜呢就是会员和会当天还有那一天的主日礼拜，主日的礼拜拢只有一场，伫9点半的时阵，伫迄天要来选举来选出。长老甲技术2023年，所以大家10月2号几点要聚会9点半。伫倒位？新塘。伫33号，这已经变他的绰号了33号。好，感谢主，互咱会当有这个机会。咱伫2023年的时阵，要中止的选举，要选出长老5名。好，技术8名跟我念一次哦。长老5名，技术8名。为什么要安尼讲？因为你看到推荐的名单，就会想说到底是几名？好，那长老的候选人有17位要选出5名。对吼，爱为因来祈祷，这是一个真荣耀主的代志，嘛是一个有需要大家祈祷来。互伊得到气力的代志，好，技术几名？8名。对，所以推荐有16名吼，所以这样看的真的是会看到眼花缭乱，会以为又地震来了吼。那我们呢，等一下可以去1楼的公布拿，遐有这些名单，有这样的名单吼。好，那是对这人就是这些提供的名单有异议的。就是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请在9月25进行来这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提出，那是你10月初2袂当来的，对就要在10月1号进行用书面来小组长或者是小会书记提出。好，刷落来后主日。9月25日12点，伫409教室要召开第
407次长执会，然后念到都要打结了。好，请各单位伫9月23进前来提出这个报告甲资料，嘛备办生来准时参加这中集会长老甲执事。若是你无法度参加，请你提早来邮务司来请假。好，这是总务部对，10月初2的时阵一定会记得爱来哦，因为若是你满70岁以上，你即在人在，就是你伫感染教会有涉及，就是可以投票的这个身份的你也当来就是10月2号有礼物要来祝福这些老大人吼，这即在人在，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老的这个会吼，那怎么讲比较好？嘴会郎是不是？好，嘴会郎，完蛋！我一直刚刚在得罪维多利亚女王。好，那个本主日呢，9月18号高伟十八号，那个套炸7点半就是这件代志，所以游牧师今天不在这，因为刚刚有人在问我说，游牧师怎么没看见？现在都很怕确诊哦，对，但是不是啦，他们去户外礼拜哈，所以5点半会回来来。有因祈祷第3组的隆恩加亚乔，因为这个9月的24号原本下礼拜结婚礼拜因故延期，那会延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持续关心代祷，然后也继续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也在直状就是银卢家里人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就是阿卢啦。我们的小库干叔也是我们职状小组的成员，银卢姐妹，10月10号礼拜一10点10分要在2楼举行结婚礼拜，看选得多好。好，那请大家可以关心，那个 QR code 可以扫，那是要出席参加迎婚礼的人，用手机给他照下去。好，那第6组的钟君成弟兄呢，第张接近这个中午11点的时候，在家里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我们也求主来安慰这些家属遗嘱。OK， 这是昨天的事情。好，咱来读这段我们这时候来读经句，读2遍。好，请大比讲兄弟上主赏赐予咱的面，唔通安尼处理，因为伊有保护咱，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恁这款做法，啥人会同意？出阵的人分着偌济，顾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大家着公家分。萨摩尼上悬30首，23到24，搁一遍。大比讲兄弟上主赏赐予咱的面，唔通安尼处理，因为伊有保护咱，将攻击咱的对敌交伫咱的手。你这款做法，啥人会同意？出阵的人分着偌济。顾补给品的人嘛着分遐济，大家着公家分。萨摩尼上悬30首，23到24。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6首，圣诗396首，打尾散花，求主赐福。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我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互助，欢喜军队主脚步，
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工程，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灵魂那加添，阮的心心求主帮助，若久若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孤单充满通世间。咱同齐来领受对上主来祝福。愿天父永远无改变，圣事的慈爱甲怜悯。耶稣基督对死国活的救恩，以及圣神的感动甲引带，互每一个军队助力、相信助力、倚靠助力的人，伫人生赛局中经历稳定无限，对即时到永远。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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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今仔日的聚会到这，愿主的祝福甲大家同在。